大姐，每样煮饭，每样煮饭安尼，这是小方便啊，调理包，放在烧水内底，然后滚滚，然后倒来就使食，好食啊！我自细汉就做介食萝卜饭，啊像这方便的料理包，只要2分钟就使准备一碗最好食的萝卜饭。你要食看卖无？好了。香南一带萝卜饭。啊，这个是咱轮过上名的李排骨酥。真香。我要讲啥？高肉丸的肉燥差一丝啊！细汉就最爱食萝卜饭的，十岁就爱食萝卜饭，逐工行路来轮过食萝卜饭。啊，你就算带着韩版的某爸爸进来吼，哎，无唔对哦。交着韩版的太太，安尼就方便啦吼。系啊，尤其是遐个还未交着太太的人，愈方便。赞。台语聊厝第一片古文来自好食好食。